若美国、菲律宾即马是当地离咱台湾100公里远菲律宾北部的海域在进行3天的海空联合巡逻。因若中国海事局嘛，遂宣布2到24，伊要伫南海军演。日本海上自卫队日也有派专家协助菲律宾进行演练。学者即马就分析讲，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是希望利用这款的机会来压制中国伫南海的军事企图。 美国的军机伫离台湾差不多100公里的菲律宾北部海域在巡航。美菲队21开始3天的海空联合巡逻，不过中国的海事局嘛发布22到24伫南海做军演，要反制的意思是真明显。中国外交部阁讲，已经向美菲表明袂当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立场。美国总统小马可斯讲，这证明菲美拍拼在加强军队海空巡逻的互通性。 中国海警船车闸则向菲律宾的补给船来发射关压的水条，想要阻挡运补。中菲的南海争议是真歹解。日本海上保安厅22就派专家帮助菲国的海岸防卫队来演练，佮继续提供菲律宾的巡逻船来强化警备能力。学者分析，美日菲等国拢想要制衡北京，想要伫南海抢地盘的野心。美国、日本、菲律宾在南海议题上虽然它并不能讲是3方同盟，但这3方是增加彼此的这个。 合作跟协调，制衡这个北京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一些外交上或者军事上的动作。 南韩总统尹锡悦和英国首相苏纳克日签登联假协议，建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。协议特别讲到台海和平稳定，对国际安全是绝对袂当欠的。另外，伫安全防卫事务领域，英国、韩国会建立新的外长和防长2+2的对话机制；伫科技、经贸和能源安全的领域，会建立新的半导体合作、扩大太空合作。学者认为讲，英韩的协议虽然无用真明显的词，但关心台海的态度嘛出现伫因应中国霸权。 扩张的立场，记者综合报道。